怎么又选那么高的地方啊？之前就跟你说过呀，我喜欢高的地方。和江淮无故消失，然后又一个人跑到这么高的地方，你脑子坏掉了？就在今天，我认识很久的一个人去世了。当着他的面，江华应该一时半会接受不了吧？那你呢？看过很多生老病死吧？所以不会没办法接受吧？你要听实话吗？是的，所以我不想活那么久啊。人呢，就是要在该死去的时候，潇洒的去死。沈清，这是我和他妈妈上学的时候照的照片。字，对了，一个人的字迹是不会变的。哎呦，要不是你这么年轻，我还以为你是善爱呢。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会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活了上百年，
上千年。他们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，他们有爱也有恨。你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果然，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。你还没有习惯别人害怕你。要下棋吗？围棋啊？我不会。会弹琴吗？吉他呀？不会。我会弹古筝。古筝？想不到啊，你完全不是古典美女的类型啊。那我是什么类型啊？不美的类型。千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饿了，想吃他做的饭。他可能在忙自己的事儿吧。行吧，我去吃饭了，去吗？不去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我可能要开始工作了。你一个人在家，照顾好自己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好羡慕啊！这么快都有广告合约拍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拍广告啊？你说是因为顾时一长得帅吗？怎么谁都喜欢啊？广告商喜欢，雪姬喜欢，哎，就连林董事都找我问你的事呢。真的吗？问过我了吗？是不是还没来得及打听我？我跟你说啊，没有。他打听我什么？好像就是对你的感情生活挺感兴趣的，总是关心你和雪姬什么关系。反正我没想到他这么八卦呢。肯定不是八卦，只是关心。哎，十一，你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拍广告呢。来，大家注意，不要太往前靠啊，不要挡灯光。好，来换个姿势。好的，来看这边，笑一下。好的，很好，来再来一张。好，很好。好，再来一张。很好，来。来，多侧一点，多侧一点。多换几套衣服啊！谁会啊？好。笑一下。哎，好。我还是喜欢他穿休闲的。是看错了吗？怎么会有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好，大家休息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好喜欢你啊！哎，你好，我买了些水，能麻烦你分给工作人员吗？你是？我是十一粉丝。哦，这样，十一真的很幸运，有你这么漂亮的粉丝。十一，你的粉丝买了东西给工作人员，真羡慕你。你指的粉丝是他？他自己说的呀。他不是我粉丝，他是我喜欢的人。拍了一天了，累了吧？还好，接到广告的话，就迈出成为艺人的第一步了，所以不累。哦，你饿了吗？饿了的话，我回去给你做吃的，怎么样？打包几个菜，然后回家用微波炉热一下，那不叫做饭。
你真的太小看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真的。我已经习惯你这个游手好闲的设定了。我回去会证明给你看的。哦，哦，先去换衣服吧。好吧。喜欢哪一套？告诉你，这个是我在岛上经常做的，敬请期待吧。这个火怎么打的呀？原来火是这么开的，我懂了。哎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想看啊。哒，来啦！出锅了。来，好吃吗？你好，你是布诗依没错吧？我特别喜欢你，可以拍照吗？我也要，可以拍照吗？哎，帮我拍一下。谢谢，我帮你拍。哎，帮我拍一张。哎，好。